咱专心来领受甲敬拜上帝，祝大家今仔会平安喜乐。Did you bring your best praise? Now gentlemen, what's up? Did you bring a sacrifice? Yeah. This moment I'm taking without hesitation. I'm not holding back. There's no limitation on how I will praise him. I'm not holding back. Move out of my way, 'cause I am here to lift his name and bring a sacrifice of praise. For he's been so good to me. Family, say it, if God has been good. Come on. And the whole world hear it, the sound of his praise.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看到咱每一个兄弟带着喜乐的面，带着一个欢喜的心，等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敬拜伊。这实在是一个真好的光景。咱这个时，咱要起立，咱要同心来敬拜进前，咱要邀请圣神伫咱的内面来做工，互咱心内充满着上帝喜乐。你阿门吗？阿门。咱有期待上帝喜乐，伊的健康拢伫咱的内面。阿门。阿门。咱举起咱的双手，咱起立咱起立好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对圣神偌较无，你的手就偌大。阿门。你的手偌大，你的心就愈轻松，就愈放松。哈利路亚。咱恳求圣神，就亲像迄瀑布安尼，哇，安尼灌压落来，灌压落来，灌压落来，互咱的忧愁，互咱的烦恼，完全拢洗掉。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哈利路亚！咱可以当较大声哦。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条过的时间，你甲圣神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主你何等的美好，主你的听，你的歌话，你的能力，拢是阮所要爱的。但这时，主你的名，阮奉着你的名伫遮，要来敬拜，要来敬拜主。主你的圣神就做工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的心灵拢得到精英。因为阮的主是阮，含伫阮敬拜主，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我们甲荣耀归伫你，我们将阮全人、全心、全身，阮的手、阮的脚、阮的嘴，拢要奉献予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这是咱来供他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咱做伙来请。愿伫天里飞，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
咱毋管伫环境内面有拄着什么款的恶担当的，就好亲像迄个巨人遐尼大，总是咱的上帝比迄个巨人更较大。阿门。阿门。因为咱的上帝是大有气力，所以咱成做伊的囝儿，咱嘛是大有气力的，咱会当镇压这巨人，这恶劣的环境。所以你来甲隔壁，你来讲，咱有上帝，所以咱大有气力。咱有上帝，所以咱大有气力。再来甲伊讲，靠着上帝，咱会当拍倒巨人。靠着上帝，咱会当拍倒巨人。巨人是啥物话？你知？大汉人啦，吼，巨人，巨人就是大汉人，咱讲巨就是敌人啦，吼。所以咱是大有气力，所以咱等下吟诗的时阵，就是有迄个征战的心，咱要得胜。阿门。阿门。咱搁一摆将普瓦写归互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性命是得胜，搁有存的，会免吗？阿门。咱来甲边的人讲，咱做伙热情来学乐咱的主。无够快，我选择你的话语。
互咱的性命得胜搁有存。你的恶路，互咱的性命得胜搁有存。阿门。来，做来拍鼓啦，来。我心恶路上帝，主来引我的路，你的万米三角影响，恶路一段主名，主把咱们追踪，有穷的海关锁，给命一段关你一个，真爱公义交织。我心恶路上帝，世间真难的美，空中陪照明心之下，恶路一段之名，一嘴沙不进水，当归可几片水，几更秋来凉风吹来，空气一段情爱。上帝创造大自然，会当互咱享受伫这个中间，所以我相信咱的儿女嘛要带来恢复甲医治，阿免吗？所以当咱要对头来唱的时，我要邀请每一人拍开咱的心，用信心来唱这条诗歌，来请。我心恶路上帝，主来引我的路，天地万米三角影响，恶路一段之名，就把咱们追踪，有穷的海关锁，天命一段关的眼灯，真爱公义交织。我心恶路上帝，世间真难的美，空中陪照明是出声，恶路一段之名，一嘴走不进水，当归归几片水，几更秋来凉风吹来，空气一段情爱，就把咱们追踪，有穷的海关锁，给命一段关你一门，真爱公义交织，给命一段关你一门，真爱公义交织。咱一摆将头啊声献互咱的上帝，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真做咱性命的上帝，阿免吗？阿们阿免。我要请咱拍开咱的双手，咱这回来吟这条诗歌，因为上帝圣神要过一摆来到咱中间哈，利路亚，伊要来恢复咱的身躯的健康，阿门，要互咱过一摆会当领受到圣神伊的祝福甲稳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是是。你的宣布，上帝的应阳，共众团涌，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灵，你是我的上帝。兄弟。
拢归伫你。兄弟姊妹，上帝有这个圣洁，有这个尊贵，咱属于伊的百姓，咱信伊的人，咱是毋是原来有这个特质？阿妹吗？你甲隔壁，你甲伊讲，你有荣耀，有尊贵，有能力，你来甲伊讲，哈利路亚。阿妹，阿妹，兄弟姊妹，上帝予咱这个，因为这就是天父形象，伊将这个特质赏赐予咱，就是要爱咱会当透过祈祷甲伊同工。阿妹。这个是无需要邀请咱来为着一项代志祈祷，就是咱今仔日开始，咱的幸福小组，咱要搁开跑，要搁开始啊！幸福小组就是咧邀请人伫外口，咱去街头报道真多，接触千几个人，咱即马要透过咱的幸福小组，邀请因来咱兜食饭啦。所以咱爱有一个做热情的迄个生意无爱，咱要邀请人客来咱兜食饭。食饭就是要安怎开始建立迄个关系，互因来到教会，来到小组，发现小组哪会这么温暖，有上帝的话，来到这就平安啦。踏入永光教会就平安，踏入永光教会就变水变缘投啦。这就是上帝荣光伫咱的内面，这个是咱要举手，咱是荣耀，咱是尊贵的，咱要为着咱的幸福小组。我这的 best 新的朋友，拢愿意踏入来教会，阿妹吗？举起咱的正手，咱为着这来宣告来祈祷，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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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俄勒里，感谢俄勒主。哈利路亚，谢拉巴哈利路亚。主啊，我的幸福小组是上帝你所命定的，就是伫要这个小组内面，要来得到灵魂，要来得到上帝福音伫因的中间。感谢俄勒主，亲爱的姐，咱各一项要来祈祷，咱要来为着信志长老来祈祷，啊，搁为着永伟长老来祈祷。因两个即马拢伫病院吼，啊。伫因的身躯的内面，咱求上帝，互因的身躯来得到主全然的医治，啊，互因伫大病院的中间会当真紧来出院，佮会当恢复迄个健康。咱伫遮的聚会，因即马咧看直播，是咱要为着因，咱的长老，嘛是上帝所赏赐咱真好的长老，啊，上帝来帮助，互因两个伫因的身躯的无爽快的顶悬。当得到上帝迄个超越的医治伫因的内面，互因有信心，相信因会得到好起来。阿妹吗？举起咱的正手来，为着信志长老、永伟长老，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呼求，因为主你是听祈祷的上帝。主啊，阮为着信志长老，主啊，伫伊身躯的软弱内面，主你知伊的心。主你知伊的肉体的软弱，总是主啊，阮宣告，虽然肉体有软弱，总是伊的灵、伊的心，伊要活起来，因为是活伫主的内面。主啊，阮为着伊呼求，主你立伊中间，主你用你信心的话语放伫伊的内面，因为主伊要传承长寿，在地开水面。主啊，阮也为着阮的永伟长老，主你保守阮的永伟长老，互伊检查一切，拢一定顺利。主啊，因为你的医治要赢过一切，主愿感谢俄勒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勒主。咱俄勒来宣告。兄弟，在你抱着你，前面充满荣耀，把比你百万的兄弟，完美尊重你，献给你要尊贵年龄，荣归给你。咱祈祷讲出。
献给荣耀，能力尊贵，能力尊贵，拢归伫上帝。拢归你上帝。用福啊声学了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甲你边的人，你甲伊讲，你的歌唱了真好。列瓜就要真好。阿妹，大卫，请坐，请坐。恭读圣经记载伫士师记第3章第70甲11节，士师记第3章第70甲11节，请大家来恭读。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要记得上主因的上帝去服侍遐个巴力甲亚舍拉，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大受气，将因交予米索不达。米亚王歌珊利撒殿，以色列人服侍歌珊利撒殿8年。以色列人求救上主，上主就为因兴起一个拯救者，解救因，就是加勒的小弟基纳斯的囝乌多列。上主的神临甲因，因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因出去交战，上主将米索不达米亚王。歌珊利撒殿交伫伊的手，伊就杀赢歌珊利撒殿。迄个地区就太平40年。后来基纳斯的囝乌多列死。圣经共读到遮，愿圣神开咱的目睭，互咱会当看到上帝伊奇妙的话语。阿们。即阵咱要请本堂周牧师来正道，牧师的讲题是呼求加应允。呼求加应允。所听的弟兄们，大家平安。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感谢主，咱会早起会当遮做伙来吟诗学乐。我相信透过咱的敬拜团因用心的陪伴，也伫祈祷内面来托住即届咱今仔日的聚会，也咱的牧者又愿同心合意，做伙来建立一个祭坛。透过今仔日的敬拜，甲上帝话语，我相信今仔日咱会当重新得到快乐，阿门。隔壁讲，今仔日咱是重新得到快乐的日子来。今仔日咱是重新得到快乐的日子，阿门。是哦，讲了伤长吼，对无？吼，这有当时会想讲，足长的吼，有当时短短啊吼，不要紧，咱拢会当做伙来宣告，这是一个大快乐的一个宣告吼。好，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甲咱来做伙来思考即个题目，呼求甲应允。咱读士师记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哇，这士师记的过程，甲咱以前咧读约书亚记有无啥共款？迄个情景有真大的一个变化。总是无论安怎，我相信圣经真清楚记载遮的，就是要互咱会当对历史中来得到帮助。咱讲对历史中来得到境界也好，得到鼓励也好，也是讲得到快乐嘛会使。无论安怎，历史过去的，当咱去重新来思考的时阵，拢对咱有帮助的。咱看约书亚的时代，圣经记载讲，约书亚过身了后，伊迄时代的人嘛渐渐拢会过去，对无？渐渐过去了，连续350年。以色列人就进入伫即个黑暗的时期。为什么以色列人伫即个时阵会进入黑暗的时期？这值得咱好好来看。咱看上帝赏赐因迦南老年甲蜜的地，毋是真好吗？因祖先早，上帝就应允的，当因已经即代的人进入去了，敢毋是会当好好来回忆上帝的救恩，会当回忆过去咱遮的。列祖所拍拼留落来的根基，要安怎会当搁发达？要安怎会当搁较会当有美好的见证？要安怎搁会当
维持这款纯洁的信仰，互上帝更较大的祝福。伫咱即代，这应该是咱正常人来讲是应该会思考的，对无？总是就是有足特别的吼。当人愈富裕的时阵啊，就有可能愈陷落伫迄个受到物质的世界的一个影响，也是讲即个大环境的即个影响威胁，致使到咱迄个原本真纯正、纯洁的信仰会怎啊变质去呢？活伫即个时代，咱嘛看会到哦。佮当咱佮重新来看，约书亚了后，即个世代士师的即个世代时，我相信就会当帮助咱。士师记就是安尼来记录啊，讲以色列人开始堕落，为什么开始堕落？总是因开始堕落，毋是一届上帝救因了就无代志哦。伫士师记内面连续，一直有连续的失败哦。对堕落得到救了后，过着好的生活了，佮堕落，佮哀求上帝，上帝佮救伊，连续安尼有失败。所以伫这个故事内面，咱就会当来清楚看见，特别对第3章开始哦，咱就会当足清楚看见，这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伫人类的历史内面，亲像咱拢无法度甲伊讨放去，咱拢无法度离开这款的循环。咱看以色列人，因就是安尼，因犯罪了后，上帝就处罚因，也是讲其他的异族就起来安那。困着因，甲因拍败，然后因伫艰苦困境的时阵，因就开始悔改，讲：过去咱毋是安尼啊，为什么咱即摆会变做安尼？然后就活转心来求救耶和华上帝。圣经拢安尼记载，当因活转心求救的时阵，呼求的时阵，上帝就找派人起来，带因会当较赢这对敌，然后。因就佫会当进入伫迄个得到富足平静的生活内面，总是无偌久了后，又佫对头仔来，所以伫士师记咱继续读的时阵，咱拢看见有即款的轮转来咱叫做轮回转来嘛对无？所以伫即个历史内面，求上帝互咱会当看见。所以若是用士师记甲约书亚记来比较的时阵，咱就会当真清楚发现，这两个书卷内面所表露出来是一个完全无同款的，完全无同款的。伫士师记是拢一定得胜对无？得胜得到业，得到财产，较赢，归荣耀上帝。毋过伫士师记、约书亚记的记录是安尼，伫士师记的记录拄仔是完全倒变的。就是互人困着拍败，佮求上帝怜悯，佮一段时间了，佮安那，佮悠然陷落伫罪的中间，拢是迄个失败的一个境遇。350年呢，350年哦，咱会当对安尼来看见。总是咱嘛感谢上帝。那对所谓较深刻的角度来睇看的时阵，伫士师记内面。确实会当有一个真好的对比，伫遮有看见上帝的疼甲怜悯显露伫遮个行歹、作恶作毒的以色列的百姓的顶面。所以咱看因拜偶像、弃绝耶和华上帝，因的道德伦理拢败坏，有真正的暴行歹代拢一直出来，总是这位上帝犹原是信实的，伊犹原持守伊对以色列人甲因的契约。迄款的立约，然后伊就开始施行拯救，伊不断一届搁一摆，怜悯就是安尼嘛一摆了下你，后摆搁犯罪搁求搁互你一摆，不断的怜悯，所以就真做真强烈的一个对比，伫耶和华上帝的作为，甲伫人的作为的顶面，有真做一个真清楚的对比，伫士师记内面，透过安尼，咱搁较。深知这位上帝确实是疼咱，而且伊的疼确实是永远无改变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对约书亚记就会当来讲，伊是一个得胜的书卷，总是士师
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事件。好，所以你要成做约书亚时代的人，还是要成做士师时代的人？这就真清楚，咱就会当来看见、来了解吼。所以咱真清楚看见，若是罪过是会当会剥削人的，罪过会捆绑人的，总是救恩是伫讨帮人、拯救人的。所以咱来亲近十字架的时阵，咱就知咱的罪过得到赦免，就得到讨帮。总是咱若个忽略这个信仰的时阵，有可能咱就个陷入伫罪的活道内面，咱就无法度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欢喜的生活。这是基督徒你我透过读士师记的时阵，咱会当好好来反省的一件代志哦。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每一个士师的中间，拢一段圣经记载，迄个国内是太平的哦。以色列就国内就太平的，总是迄个太平是偌久，迄个平安的生活是偌久，偌久是在伫对，在伫因偌忠心顺服上帝偌久啦。好，因若开始背逆的时阵，代志就过来啊，就过乱起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嘛会当伫咱的生活内面，嘛会当了解，伫家庭生活、伫教会、伫社会拢相共。那合一的时阵，咱就看见哇，天下太平。哇，若有国人要爱伊家己的利益，为着私欲，为着爱争权夺利的时阵，咱就知影又搁开始又搁是乱啦。哇，这是伫咱的国家、伫咱的社会、伫咱的家庭，永远拢会当看到这。所以无论安怎，有一个中文的俗语就安尼讲吼，讲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意思就是讲，你若食饱的时阵啊，人啊食饱营营无代志的，那乌白想啦，想空想芳，想要去做歹，想讲想遐个违反道德的代志，因为感觉足用的啊，足有钱的啊，有钱阁有用对无无就加减做一个较刺激的，去找迄个较刺激的，总是有当时啊，迄个是违背伦理的事呢，真侪好嘢人。敢毋是人安尼？伫咱的社会，过去咱的社会，咱装下闹人耍细伊，迄是天大地大的代志，敢毋是？逐人看到伊拢嘛敢骂，过因的厝，足大间的，毋过拢嘛敢骂，这耍细伊，你看，这道德败坏，是毋是安尼？即马呢，愈好个人带愈济，人讲厉害，对无？身躯作用的，足厉害。兄弟姊妹。连咱嘛受到社会影响，敢毋是？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哦。佮饥寒起盗心，就是讲伤过散车的时阵，就会嘛会想空想芳咧。想要加一点啊，贪一点啊。这拢是伫咱的生活内面，常常看见人安尼，嘛真做咱的提醒哦。所以我的老母，伊的信仰内面，伊甲上帝求的是啥物？上帝啊！圣经所记载，上帝啊，莫互我想好嘢，抵到我袂记你上帝你；莫互我想善车，互我安那，互我无面子啦，对啦，互你无面子啦，这就是伫信仰内面，伫生活事实的回想内面，事实就是会当安尼来求吼。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帮助咱若是讲用社会道德的观念。也是讲家己的过去的意志要来把持，伫咱的生活会当维持伫即个伫良善，伫即个通互人欢喜、互上帝欢喜的生活，这其实是无容易的一件代志。总是咱基督徒感谢主，就是互咱知影，咱对灵性内面会当得到即个快乐，会当透过话语帮助咱、激发咱，互咱持守迄个。道德的风线，这是真重要。我毋捌潘牧师无伫遮，所以我嘛当见证一下。甲伊交往的时阵，遐人这水的查某囡仔对无？你一直流喙暖，你知影无？毋过我的信仰一直甲我提醒，我爱为着听伊，我就爱保护伊。为着要维持这个圣洁的生活，到伫婚姻了后。
迄个性的生活是上帝祝福的。我一直坚持，把持家己迄个冲动，你知无？吼，所以我有阵时会甲讲，有阵时爱去路边一下。啊，伊若伫遮，我嘛敢勇敢安尼见证。啊，这就是信仰互咱的，互咱知影讲是迄个寸尺伫打落。吼，咱的心中迄支尺，毋是伫道德的尔啦，是伫咱的信仰互咱的迄支尺，较是正标准的。而且迄支尺，无论起到底，拢是相共，拢是相共，这才是真理。阿门。这就是咱得到福气、得到上帝祝福真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的灵魂是精英的。阿门。哦，你甲隔壁讲，伫基督内面，我的灵魂精英来。阿门。是。所以透过这段经文，咱就会当看牧师透过这个经文，这个题目就是呼求甲应允。咱若转向上帝来呼求这个应允的上帝的时阵，我相信，咱嘛相信，历史嘛安尼记载，上帝绝对无弃杀咱。上帝一直在提醒咱，一直在鼓励咱行伫正路，因为只有行伫正路，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迄个姊妹，当咱读士师记第1章的时阵，重复上界济解的是无有赶出这个事啦，拜拜，吼，不断重复，这个支派无有赶出对一个支派，迄个支派无有赶出对一个支派，哇，一直重复哦，伫第1章内面就互咱知影讲，哦，为什么？以色列人互家己陷落伫罪的活斗内面，为什么因甲这迦南人去拜因的偶像？就是因无照上帝所应允的、所教示的、所命令的，就爱甲这安那独别，啊无就甲赶出，总是因无有足个原因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人安那真熬做工课啦。哦，这因的土过去因的啊。所以因知影啊，足有能力的所以呢，这以色列人就感觉讲，哇，这外族的来做，甲咱做外劳，好，这足好的啊。所以因就讲安尼毋免啦，留一部分啦，是毋是安尼？事实圣经就是安尼记载。兄弟姊妹，咱若是选择性的顺服，就是安那，甲无顺服是讲意思无？其实是讲意思的。为什么耶稣一直在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通透所有的经文、摩西五经的律法办法，这个因拢真知影，拢在教人。总是因家己本身呢，选择家己感觉轻易的来受其意啦，其他的呢，因无在遵守。所以耶稣较骂因咯，亲像迄个坟墓外口。水啊，内面呢是死骨头啦，吼哇，讲了有够歹听对无？毋过这就是耶稣点出法利赛人的病症的所在哦。所以兄弟姊妹，选择性的顺服，检测咱嘛有可能伫咱的信仰伫生活内面，咱是安尼。咱对咱的时代人嘛，可能是用这个方式来咧对待呢。这是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清楚了解。所以圣经就安尼记载啊，吼！伫第2章10节、11节遐讲，后来别个世代会兴起，毋知影耶和华，也毋知影耶和华为着以色列人所行的，因就行耶和华眼中看做歹的事，去侍奉这个巴力的神明。哇！咱想讲奇怪啊，上帝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遐久，然后这因的祖先又搁带因细汉的时阵，会当进入到伫这个迦南地伫遮生活。为什么这个故事就那长去，就那一代就那无人在讲，兄弟姊妹。所以你会记牧师捌常常甲咱提醒吗？咱到拯救的故事，请你爱会记住。你家己经历这位上帝拯救的故事，你安怎来信耶稣？你安怎伫
神的顶面有一个真大的突破，这拢是拯救的故事。请你爱记录清楚，爱甲咱的后代传落去，而且会当甲记起来，就有证据来传，互咱的后代一代一代来传落去，互咱的后代到第10代啊，阁知影咱这个家庭，咱米家、咱油家，咱黄家是安怎开始来信耶稣基督的？这有重要无？这有重要哦。咱看这个的教训，就是伫这个经文内面，互咱来清楚来了解啊。所以传承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咱的后代若毋捌耶和华，毋捌上帝，咱有责任无？咱绝对有责任的，因为咱无将信仰好好来传承落去。愿上帝帮助咱，会当互咱来了解。咱看只要百姓回转归向上帝的时阵，伊求救、恳求，上帝就顾念伊，开始做计划来拯救因脱离这一切的灾害呢。所以，这位上帝伫这中间，伫人作恶作毒的内面，伊有原在显明，伊是永远袂背约的上帝。阿门。咱讲咱的上帝是永远袂背约的，来，咱的上帝是永远袂背约的。阿门。是，这就是咱所信的哦。咱爱深信哦。咱看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上帝所兴起的第一个士师，伊叫做啥？哥底列对无？五德列五德列这咱台语较少在讲对无？五德列，所以我背回去，佮条讲个写在顶面啦。嘿，五德列五德列，伊是加勒的弟啦然后犹原是伊的囝婿伫前届咱读约书亚记的时阵后壁就有记载着伊对无所以咱伫遮今仔日看到的，伫伊的世代，这人背逆毋信上帝，去拜偶像了，总是上帝兴起五德列来成做第一届第一位的士师呢。所以圣经就安尼真清楚记载，伫伊迄个世代为什么有这个代志来发生？圣经记载讲，上帝留这个贵族，这个贵族是谁留的？其实毋是上帝留的啦，是这以色列百姓留的，对无？无甲因赶出，无甲因消灭，伫这住伫迦南地这个异族所以今仔日好，恁留这个，上帝就要透过恁所留的这个来甲恁试验，到底恁是有忠心服侍耶和华上帝，而无？哇！总是圣经甲咱讲，伊的百姓互这大环境所影响，就去拜迄个淫乱的巴力。伫迄个神庙内面就是娼妓啦，就是拢有娼妓，拢有妓女伫迄搭遐讲是安那，透过安尼就会当洗清你来查甫人来到遮，甲这神机有性的交易，你的罪就会当得到赦免。这敢是的？这是什么论说？兄弟姊妹，伫依靠真济这款的作为这是甲咱的信仰是完全背离的。上帝看咱毋认捌伊，去拜别个偶像，迄嘛叫做淫乱人佫用迄个淫乱要达到讲甲上帝结合，迄较有可能。所以咱会当看见，因为以色列人甲这异教的人通婚，查甫的娶异教的人，查某的嫁异教的人，就安那就将偶像带入去伫家庭。你要爱因入来，你就爱安那，爱尊重伊的宗教信仰呢，对无？伫咱台湾有安尼这个伊斯兰教住伫台湾的女子我捌拄过伊嫁互咱遮人，伊讲伊嫁互台湾人，敢若一个原则，就是即个查甫的一定爱成做回教徒。伊唯一的要求就是安尼，因的偶像爱入去，即个查甫的一定爱成做回教徒。我伫竹子湖
拄着的。在讲话时候讲哦，是安尼哦，是。所以咱看当时有以色列人就是安尼，神明偶像就带入伫因的家庭内面，所以伫耶和华的眼中，这是悖逆的，是离开耶和华上帝信仰的人。所以上帝就将因交伫异族的手中，米索波大米王歌珊利萨典，哇！今仔日咱的词汇练了足准的，对无？超厉害吼！我听哦，安尼练了，毋知可能爱读100届以上，牧师一读都无遐顺的吼。我讲哦，这是忠心对吧？咱看咱的同工尽心服侍，上帝一定祝福。上帝将以色列人交伫歌撒利撒典8年呢，就是受这为异族的人困着因8年久哦。8年久了后，以色列人较想着讲，咱的上帝较会无救咱，咱即摆信的是啥物？过去呢？哇！圣经真清楚甲咱讲，所以以色列人的命运会转过是在伫倒落。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哦，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着因兴起一个拯救者。拯救者就是军事的领袖，咱称伊做士师啦。士师就是军事的领袖哦。所以呼求的意思嘛会当伊是哀求。救命到这个情形哦，所以咱就知影因的生活是何等的受苦，到是这个时阵，因较来呼求耶和华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的上帝是随时拯救的，阿门。伊是无误事的对无？上帝无误事对无？阿门。咱甲隔壁讲，咱的上帝无误事来。是，咱的上帝是无误事的哦。后来，咱就会当看着以色列人因经历这个上帝的信息的应允呢。咱就呼求上帝有应允咯。俄德列对无？俄德列耶和华的神就降临伫伊的身上哦，伊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然后拍赢。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咱看伫旧约的时代，上帝的灵，也是耶和华，安尼有阵时是安尼形容讲，上帝的灵，耶和华的灵，也是讲耶和华上帝降临伫人的顶面。这是伫旧约拢一定有的。伫旧约，上帝的灵就是圣神呐，圣神伫降临伫这个人，上帝所拣选的人的顶面哦。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无？约书亚、摩西、基甸等等这个参孙嘛是，大兵嘛是呢。这个咱拢会当看伫旧约耶和华的灵，耶和华上帝临在伫因的中间，因就顺服行上帝所欢喜，爱因交托因的任务。所以兄弟姊妹，到伫新约，咱就更加看见主耶稣要上天的时阵，伊讲：我就求另外一位保惠师，上帝天父就要差派另外一个保惠师来到伫恁的中间，伊要永远甲你同在呢，兄弟姊妹。所以咱一直讲，新约就是圣神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就是圣神的时代。因为圣神来就建立教会，到当咱真做基督徒的，咱更加爱深信，咱教会是靠着圣神的引带甲祝福来建立。荣耀个大能的教会，咱基督徒每一个人，咱拢嘛是靠着圣神的感动，互咱无偏左偏右，行伫上帝欢喜的道路。这条路较称作救恩的路、恩典的路、福气的路。阿门。是，这就是咱一直爱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上帝既然将迄个上好的礼物，约翰福音内面有讲哦。上帝竟无将上好的礼物，就是圣神，要赏赐予咱嘛？伊赏赐予咱，就是要保守咱免去一切的灾害。咱一切外在对咱的这引诱，咱拢因为圣神的提醒，也是外在对咱的威胁，
让因为圣神的提醒，互咱免去一切的灾害，安尼好无？这是真好，是基督徒的生活内面，咱日日拢会当去经历的一件代志。然后嘛，圣神帮助咱，会当活伫基督内面活，得到伊丰盛的稳定甲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互咱深深看见，咱有上介好的礼物，就是圣神。阿门。你甲隔壁讲，我有上介好的礼物，就是圣神来。是，咱有上介好的礼物，这是天父赏赐互囝仔求叫伊的人的上介好的礼物。咱感谢主，可能你有暂时无法度去感受到，总是你来永光教会，你来培育的学校，你就会当去经历。阮就要将阮的经验，咱同工的经验，更较济分数互咱去知影讲哇，咱遮基督徒的人是永远无孤单的。因为咱宣告咱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伊是永远甲咱无离的，就是透过圣神甲咱同在。所以，上帝帮咱，互咱真清楚了解。所以，伫这段经文最后，伊安尼记载讲，所以国内太平40年哦，基纳斯的囝叫做什么名？俄德列就死啦，对吧？为什么？上帝拯救因天下这个国内的太平只有40年，为什么？哇，佮回复这个问题，为什么敢若会当40年？为什么？就是咱的中文所讲的饱暖思淫欲啊，食饱饱，永无代志，就会伤空伤芳啦，哇！所以咱遮年长的当然食饱饱无代志，阁有一件代志会当做，就是啥物？来教会礼拜，来小组礼拜，逐日为着囝儿孙祈祷，用较济时间祈祷的对无？哇！这是上介大的祝福哦。咱下早天的祈祷会6点半，拜一到拜五，咱足济遮年长的来，伊嘛坚持讲要规咧呢，较无，毋过愈规较愈勇，有赞无？哇！因为跪落去，牧师当工就着为祈祷啊，讲较安怎，愈跪就较愈勇哦。这是咱会当深信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圣经伫后一节又搁倒来安尼讲啊，以色列人搁行，搁一摆对无？搁行耶和华眼中看最歹的事。哇！求上帝帮助咱。咱也要将咱家己的罪过、罪犯，拢总交托给耶稣基督，甲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过去遐个，就是真美世的罪，咱嘛有缘受到伊的捆绑哦。迄个罪有缘会控诉咱，迄个罪有缘就是正做魔鬼撒旦的话答，不断地甲你。讲你就是这款人，过去你安怎你敢毋知？是毋是安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深深会当去了解，咱应该爱对付这个，就会当帮助咱活出耶稣基督的快乐。迄个课外快乐就要帮助咱，因为咱若有圣神的光照，有提醒，有安慰，有勉励，咱就伫耶稣基督内面，咱会当得到清气。伫基督的保护的野仔内面，咱就会当得到迄个国活的快乐。阿门。是，这是你我，咱拢会使的哦。所以圣经安尼甲咱讲，撒迦利亚先知安尼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上帝的神，才会当成事。阿门。是，这就是你我基督徒伫生活内面，咱会当得胜的。咱就会讲，我靠圣神才会当成事来，我靠圣神才会当成事，是我靠圣神才会当成事，这是咱所需要的有一个角色叫做怪医杜立德这是虚构的故事内面一个主角这个故事在描写的时阵这故事册在描写的时阵，讲伊会当甲动物对话讲话。
真特别咯。到底为什么有这个角色伫这个故事内面真侪伊的粉丝足爱看，看了嘛感觉足感动，嘛真好笑。感觉伫生活内面当看这故事册对因来讲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件代志。然后这个原作者洛夫廷伊就讲，伊从早开始要写这本册是伫什么时阵？就是伫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正做阿兵哥伫迄个征战的中间秘伫防空楼内面，迄个时阵想到伊的囡仔，为着伊的囡仔，伊就用时间来写这个故事册，毋但写故事册，佮画图，然后就寄转去互伊的囡仔看，因为伊知影这个战争是真恐怖的一件代志。毋过伊有家己的想法、意向，伊就透过迄个来画图、写故事，来帮助鼓励伊的囡仔免伫这个战争的威胁、惊吓中间来过囡仔的时期呢，真特别咯。所以真侪人会有安尼感动。哇！咱看，咱来有人伫迄个困境内面，伊安怎会当赢过迄个困境？有人伫这个病痛内面，亲像医生宣布讲是无效总是伊的灵是活泼的，伊的信心是强大的，伊会当搬过这的。医生可能讲是3个月、半年，总是伊会当继续活落去，有信心、有喜乐，继续做见证。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敢毋是？伫咱的教会就有一款的故事，毋是吗？兄弟姊妹，所以咱看见，咱就爱保守咱的心怀意念，单单仰望咱的上帝。咱有这份信仰，咱就爱坚持伊。圣经罗马书敢毋是甲咱讲，咱毋通为着互歹较赢，反正咱爱用好较赢歹，对无？咱毋通互歹较赢，包括这病痛，这毋是上帝赏赐的，这是环境造成的。所以咱就爱用好来较赢这，用啥物好？咱相信我的上帝，伊是听我的，是大有能力的。我相信。圣神逐日拢鼓励我祈祷，迫切无煞，读圣经有上帝的话语，互我会当遵行伊的教示，好好来敬拜学落伊。我透过这用好较赢歹，这是你我逐日拢会当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看见为什么士师记遐遮济以色列的挫败，连续8届这款的巡回，就互咱会当知影是，咱着爱真心真意来教导咱的后辈，互咱的囝儿伫即个信仰内面，真正家己去拄着耶稣基督，互伊感觉即个信仰对伊的一生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祝福。咱嘛爱成做一个好的模样，才会当互咱的囝儿世世来顺服啦。这是必要的互咱的囝儿是一看见基督的信仰，这是偌尼的好的一件代志，是伊的价值性伫倒落。对伊来讲，对伊的后裔来讲，拢是带来一个极大一个祝福的。咱着爱安那立即咱的信仰的资产，比物质的财产较重要。因为这是影响真极大的，嘛影响咱社会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毋通互一寡的亲像对佮毋对的这话语所影响。无说捌听过咱的会友安尼讲，人的宗教人讲宗教是个人的自由啦，我着互咱囡仔家己去选择，因要信啥就去信啥。听着像亲像真的感觉是正确的嘛？宗教是真自由的，个人选择就好。因我着信耶稣伊若感觉好，伊就来信；若无，伊无信嘛袂要紧，伊无宗教嘛袂要紧，这是错误的。咱的经历一定比咱的囝儿世世更较深。为什么咱坚持这份信仰？就是咱亲自有经历过。可能对囡仔来讲，因无感觉，总是咱爱不断重复来讲，
你着信，你着信。特别伊拄着困难、拄着流目屎的时阵，咱一定爱用这个信用好好教导伊。这是咱的本分，这是咱做使徒人应该爱做的。比如讲，我写教育，咱嘛当讲啊，教育是个人的自由啦。啊，囡仔要去读册，唔读册都不要紧，唔好甲勉强。你敢会安尼做？你听到哪这个论述，你会安怎的教法？宗教嘛是一个教育哦，咱称伊做宗教教育呢。外口的咱叫做学习的教育，咱遐重视学习的教育，宗教的教育比学习教育较重要，敢毋是？总是咱知影，咱真少会当去坚持。这是你我伫诗书记内面会当提醒咱的。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深信，要成做模样的，咱就求上帝帮助。牧师讲，咱有五重的祝福，就是主日礼拜11奉献、小组的生活、透早祈祷会、培育的学校，咱爱做甲够、做甲满。我相信，咱留互咱的子孙的，就是上界好的模样，上界好的祝福。阿门。这是咱会当相信，嘛会当去经历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有这款深深的体会。咱负责呼求，上帝就负责应允，安尼有赞无？阿门。咱做伙来讲来，咱负责呼求，上帝负责应允。是，这就是今仔日的主题。牧师甲咱做伙来分享。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毋是用关系，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4章6节，搁一摆来，毋是用关系，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4章6节，是，这是咱相信的，咱是靠着圣神，才会当成事。所以，愿上帝互咱明白。咱就会信用上帝，甲上帝求，上帝就的确应允。若是安尼，咱对好的，咱的好的，咱嘛日日为着因甲上帝求，上帝一定应允咱。咱个有好的典范，伫因的面前的时阵，迄个能力就要较拿加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社会，嘛伫咱的教会。感谢主。互咱有一款的看见，像今晚起立，请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条的诗歌。主啊，我当心下你主旨，用祈祷到你面前，愿要离开所有的罪恶。我心永远跟对你，主愿拢是属你的百姓，享受愿天的心，赦免阮的罪大来奉献，愿你的国。
主你掌管全地，你的愿的地是因为你，你要不在高位，我稳稳丢地的美，你就是你的耶稣。教会信仰的传承，咱开声，咱呼叫主的名，三声以后，咱大声开声来祈祷，预备来，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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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主啊，你当我来了解，我爱见性感，我爱好灵好的模范，我的恩惠，当你的信仰达到。主啊，你是机关，叫机关，互阮更较知影，你的信仰，阮一生上介重要，愿你接受到落尾，愿你好传承，阮的时代，我行起来道路，我行上帝你的圣道道路上面，多谢你，祝福阮英国教，互阮行这福音的正道，祝福阮主家庭，阮这福音的见证，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正这你。主，阮感谢你，会早起阮敬拜服侍你，透过数记，通互阮称赞。主，阮绝对无要落力去，伫这个世界的有限内面，这个大环境对阮的挑战，阮犹原坚持真理，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阮的教会要继续成做金灯台，为着主你来发光。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要将阮的信仰上界宝贵的来传承，互阮的后代，搁互阮开阔，领受圣神的感动、引带、甲安慰、祝福。多谢你，听阮的祈祷，一切荣耀归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怎样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你归来，不打主我信心所还，安心乐意，你心意，你在所无空舍你。
上座请起立。请牧师事工的分享。下这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领受到对上帝来稳定的话语，当咱甲伊放伫心内面，转去咱不时来思想，上帝开来就伫咱的中间，所以咱行伫咱生命的道路是无孤单的，阿门。好，咱即时咱来看咱的消息。好，咱来看即个影片。即个影片就是顶礼拜咱伫新德圣经学院由咱的咱教会主办的全台湾的牧师娘的一个特会3天，搁有咱的预言的团队去为着牧师来预言哈，或者牧师感受到哇，圣经的预言伫即嘛会当来实现哈。好，咱来看伫即个影片内面，声音，好。咱的干事，这个牧师因在生游戏哈，这是台南大安教会来公教的牧师，这是油枪的牧师。青少年才来锻炼，这是咱的这是伫嘉义的荣美教会哈，这是潘庆忠牧师，这是因的吕志荣牧师。咱即马咱的一个青少年去嘉义读册，即马就去到因的教会聚会，这是咱的乐团，大家牧师拢非常的开放地学落去。因有工作坊吼，介绍咱 RPG， 介绍教会因的社区的工作，有几啊间教会牧师因出来带。哇 ，RPG 有无？看伊在训练。哇，咱就甲咱的舞拢带去遐来教因跳吼。这条歌有熟无？拢是咱真熟的歌。因大家听了拢真爱伊。这就是咱去预言的意向团队预言团队，看咱的同工，来为着这牧师预言。第1届教会检讨会开始。哇，这款的电话较无圣神的同在，可会当唱这个敬拜赞美歌，搁伫遐为着因欢手的祈祷，伫咱长老会会当讲是第一届，所以这个牧师伫遮领受非常的讨棒。真侪牧者牧会有压力无？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因透过安尼，因搁较知影原来对圣神来得到的困难是大的，所以对牧会免惊遐，充满困难吼。感谢主，互咱会当完成这3天，或者牧师因感觉讲，哇，对咱
学习到真多，嘛，互因的心充满着迄个牧会的信心。转去到伫教会因也愿意照安尼来执行看卖，互因的教会嘛会当得到快乐吼。好，这是咱即礼拜的事事记咱的导读。来，咱来念红字的来，请。哇，搁一摆哦，光影影，光影影，搁一摆来，上主啊，愿听你的人，亲像日头出现光影影。哇，听上帝的人就是光呢。你甲边的人，你也讲你真是听上帝，你是光。这就是一个宣告信心，一个福气的宣告哈。感谢主，好，过来。好这就是去到伫新竹遮的牧师吼，咱嘛爱为着咱长老教会，咱长老教会是全台湾上大的教派，总是教会真济拢一直咧衰微，一直咧衰微。若无圣神同在的教会，拢会一直徛袂起来吼。牧师牧会嘛无力，所以教会会有真侪的状况，所以咱即届即马开始就是第一届过来。牧师就开始会传承，互其他的牧师一届接一届，拢爱领受圣神。领受圣神对咱永光教会，咱是阿们吗？阿们。咱所有的教会事工拢是透过圣神来启示，牧师才有来开始吼。所以只有圣神会当最大的事工。好，过来。咱的照明牧区因伫彰远出游吼，有70位哦，然后有28个新朋友。所以非常的收获迄个果子真多，所以咱来为着即个牧区，特别咱过去到即马，咱已经有9团出去吼，大概有10几只的游览车吼，所以咱看见，因为安尼，所以来大概300-400个是新朋友。咱讲咱信主了拢无新朋友，总是用安尼就真侪新朋友入来，所以咱为着这个新朋友，一步一步会当来认捌耶稣，然后成做耶稣的学生，这是咱的期待吼。好，所以咱做为着因来祈祷，好继续。后礼拜是圣礼典哦，吼，后礼拜圣礼典确实有要转会籍，也未领洗礼的，拢欢迎你来到伫永光教会吼。好，过来就是咱伫后礼拜要定做为着咱的冷气的修缮装潢，咱要伫后礼拜定做咱的奉献主日。咱的总金额需要开支400万一直到即马，咱已经奉献到77万。所以咱的兄弟姊妹拢真热心地为着即个事在奉献。咱后礼拜特别要用后礼拜主日来成做奉献的主日，互大家为着即个事来关心，会当紧促成，互咱即个事工即个装潢冷气的装修会当完全来完成吼，互咱伫礼拜会当搁较顺利。所以每一个人拢听教会，所以拢真愿意来奉献。咱嘛继续为着即个代志来祈祷。好。后礼拜有召开中执会请咱的小组长爱列席咱的小组长要列席。好，过来。后礼拜游完有小会，好，继续。过来，咱后礼拜有事工，就是咱的幸福小组要启动。咱伫过来的幸福小组，咱的教会总共有35个小组要来开幸福小组，所以后礼拜副长小组长安排你成做副长，后礼拜咱爱在伫台下顶来接受车恳的祝福，所以咱的兄弟姊妹组员嘛拢爱来参加，互咱的即个幸福小组会当带着上帝快乐向前。好，这是顶礼拜咱的门徒建造营有10个人来结业，这只的拢是准备将来要成做小组长的好。这是彰远的金兵营有6名来毕业所以哇，这6名对伫上帝对伫圣经拢有真大的领受甲进步有的信主才1年就已经接起来，所以伫
即个金兵营有一个真好对性命，然后对信仰的渴慕吼，感谢主。关怀部要召开同工会，大家来注意时间。好这是咱的培育奖励金吼，就是咱的囡仔鼓励囡仔甲咱的青少年，伫即个信仰的顶悬爱有迄个根基所以遮个囡仔嘛拢真用心，伫因即马细汉的时阵，就写圣经听牧师讲道，伊就记录起来，然后读圣经，写属灵的日记吼。所以这拢是非常重要的根基。伫咱的囡仔内面，所以咱爱来看重这，嘛甲即个信仰传承伫咱的后代，一定爱甲因讲，你只有一个信仰，无有其他的信仰。除了我以外，无别的神。迄个我是啥物人？耶和华上帝。所以父母，你莫失去你迄个信仰的权柄，甲迄个唯一迄个基础。好，所以咱真清楚，上帝是咱唯一的神，耶稣基督是咱唯一的主，所以。甲咱的囡仔，甲因交代，甲因讲，就是爱伫信仰内面吼。好，过来。好，那这是就是咱的迄个贵店吼，咱的祈祷店，所以咱会当来登记，一个是100块。后晡教会下晡有牧师的就任吼，所以潘牧师爱需要，我需要去遐来甲因服侍牧师爱去私会吼。好，再来。好，妇女事工部的事工，咱来注意好，过来。咱特别为着咱的信志长老、永伟长老、明谦长老吼，信志长老因为伊的身躯咱知影，最近有较虚弱，所以即马伫病院吼。永伟长老因为顶礼拜来伊喘气无真好势，所以即马嘛伫病院，伫遐伫做检查吼。过来明谦长老伊是大结石。好，爱去开刀，去祥和开刀已经出来，即马在看直播的款，即3个张了应该拢在看直播哈。上帝赐互恁互恁伫病院伫遐拢有信心，甲恁同在哈。信志长老，咱讲信志长老平安来。永伟长老平安。明谦长老平安。阁有真侪的遮兄弟姊妹吼，也阁有迄个文雄兄的太太丽卿。嘛伫病院，感谢主，文雄兄的太太嘛开刀细胞，本来要切1/3，但是后来医生切2/3。牧师去病院甲伊探访，进前一天伊开刀然后隔天牧师去祥和病院甲伊探访，伊一个看到牧师去尔，就规个病床啦。我毋是拄开刀了，哪会当安尼动作遐尼溜咧？哇！伊讲伊感谢主，伊开刀了后对恢复式。醒起来时，感谢主，无吵讲，感谢主，无带家互病房。阿妹吗？伊讲，牧师，这就是我祈祷，我就是安尼。你看，伊拢完全无亲像是开刀的人。哇！看牧师讲话时大有气力，比伊的先生文雄兄佫较有气力。哇！实在是真好的见证，因为伊的太太是一个祈祷的人，所以咱看到文雄兄的时，嘛该按赞吼。上帝继续来医治伊的太太丽卿，会当渐渐好起来吼。好，上帝大大赐福咱大家拢平安。咱甲边的人，你来讲，上帝赏赐你健康佮喜乐。阿门，阿门。所以吼，咱有健康有平安，拢爱倒转来礼拜吼。无倒转来礼拜，牧师就说，是毋是无平安、无健康、无喜乐，所以无出来。若有健康、平安、喜乐，拢爱出来礼拜，然后甲遮喜乐。阳光拢归伫上帝，别人若看到你来，哇，伊嘛足欢喜。你的平安，你的健康嘛会带互伊，这叫做分赐吼。咱有愿意分赐出去无？有愿意分享咱的健康无？阿门。你甲隔壁讲，我健康，你嘛健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这个是佫有就是咱的家信小家信的太太余胜宇哈。妈妈叫做何义妹姊妹，伫9月10日安孝主怀，伊是属伫新德利定部教会吼，伫遐要举行个别的礼拜，牧师嘛会去参加吼，来为着即个家庭来带上安慰，那么为着因伫少年中来纪念因。好，过来，好来，这个是咱会当起立，咱彼此来用欢喜的心来祝福。来，来饮酒和你。
祝福你别人。你更加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是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更加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是大福气，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是大福气。咱依完兄弟请牧师来为咱祝福祈祷。但愿听咱祈祷的上帝以大能的气力运行伫咱的生活中间，也基督的救恩临在伫咱全家，互咱全家归向伊，逐日拢会当伫祈祷到上帝话语内面得到提醒甲祝福。各愿圣神引带咱逐日的脚步，活出基督的美妙，真做人会欢喜。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平安，平安。上帝赐福气予咱，请坐。 Let your rain